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欣赏要教的是亲子瑜伽。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欣赏了有请人同下做瑜伽哦。人呢运动呢简单又好记，请人放起来，团人来做瑜伽的哦。人呢小朋友阿金，今日来当示范小老师哦。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人同下来做暖身运动哦。好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手伸出去，好，弓箭步，好，再数过来，好，伸出去，数过来，伸出去，拉出去，放重来，过去，再数过来。弓箭步过去，好，弓箭步回来，用手的身体，好，来弯片，好，弯片放出去，再数过来，好，慢慢的数过来，两只手，好，做一个扭转，不用松。好，面对面，好，手看手可以轻声音的哦，同手看手哦，好，左右一做扭动，训练声音的协调，嘛可以增加的亲子互动哦。好，来练平衡哦。好，你先脚伸出去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厉害哟！稳啊也哟，哈，稳太硬的，莫输跟生硬的哟。好，扶好我哈，莫本来往倒的哟。甲生硬的扶好阿公阿婆同阿做，每天保护伊哦。如果係阿公阿婆建議阿公阿婆可以擺生年嘅間條，按你甲佢換，就可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按你甲佢唔會忘到哦，嘛佢換。生年呢也因為平衡感可以來訓練，來再擺。好，彎腳，好，現在換腳，好來。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很棒哦。好，幫阿公阿婆同爸爸媽媽睇人冇數本生日的哦，把女嘅揀條，好，彎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兩隻手再看同下，第二背後仰，好數，好，那剛開始人可以幫助聲音，好，腳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後仰，向後仰，好，慢慢的放起來，剛可以板呢。板都矮，好，来後仰，好，大地前面玩，好，腿泡泡嘎，好，再來護大肩膀，好，護大肩膀，不用累嘅緊條，好，第二背延展，背容嘅伸出來喲。跳拿看
也可以延展你的背。放起来。好，最尾的招式是竖式，像薯条那样的，好，慢慢的脚练平衡，好，练平衡。好，你可以好板轮的声音呢，啊，脚按两的伊的脚趾头一片，好，先板轮椅，感觉伊起稳呢，好，那来慢慢的伸上去。上去哦，好，可以板轮椅，必练平衡。可以的话，唔可能性也可以自己练平衡咯。不用一只手，不用两只手，慢慢的唔怕，可能性可以不用。哦，厉害！哦，很棒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更加稳保护爱哦。等下我变大野狼。才可能性，我薯条会游来游去嘛，好嘛？好，台树长大咯。好，台风咯，台风停来，台风吹，大野狼吹，我树吹啊，呼，好，再摆来，大野狼吹。哦，我看俺摩多来多去，好，更加稳哦，换你哦。好，来试可能性哈。好，来树式，来小树长大。好，我是大野狼，要把你吹倒咯。呼，没有倒哎。好，再一摆哦。呼，快倒了吗？没有。呼，倒了。没关系，你很厉害，摸都下来。好，不用下来。那用的薯条是可能性好吗？两个一起长大哦，哈，看谁先倒哦，哈，来，小树跟大树要长大了。观众朋友，按下来比赛哦，看下你可以起个球哦，冇倒下来哦。按下来，同观众朋友当大野狼腿踹下去好冇？可能先观众朋友有。吹倒嘛，好吗？好了，1、2、3，呼，有没有被我们吹倒啊？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呼，有被我们吹倒吗？好，观众朋友问难哦，把我们吹倒哦。好，慢慢的长大。好，吹倒了没？帮我们吹，没有倒，对不对？好，俺们来囤几个泡泡树。好。来呼啦，再一把拿来呼吸咯，提来动作。好，可以同小朋友同下。看电视的时间，你可以运动的哦。好，单脚哈上去，好往后踢。好，摸到哦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稳爱哦。警告我也要来挑战，后退一点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今天动作还蛮向后仰，来向后仰哦，反后哦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再摆向后仰，好，放起来，好，第前面往下去，因为向后仰完，我们要往前去缓和一下。好，背拢泡泡噶。好，慢慢的圆背放起来。好，再来互搭肩膀的数。好，搭你的肩膀。好，向后。背拢的出咯。
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再来是竖式，我先吹你好吗？好，来竖，好，塞薯条，长高，脚打开，再伸侧。好，不用喊哦，不用数的哦，1、2、3，大野狼，呜，没有吹倒哦，听1摆哦，呜，第2次还没有吹倒哦，哦，是猪小弟的房子一样哦，很坚固哦，来，呜，没有吹倒，很棒，阿伯妈妈哦哈，好，我很爱用力吹哦。开薯条，好，用力吹1次，来，哦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2个都很棒，大家都很棒，来这个拍手，今日通早呢，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呀？哈，好高吗？好高哈，来，阿能好好运动，下次咱来聊。